道，薪火相承，苦藝全。大家好，我係香港傳統派系陳天元師傅。從小我就已經學習㗎啦，正式玩醒獅咧，我喺中學時期。童年嗰段時間咧，主力咧就係學功夫。細個嗰陣時就更加乎，經常就入去元朗睇人哋啲巡遊表演活動，就係咁樣緣分之下咧，佢就認識咗我師公同我師傅。最主要就係佢嘅鑼鼓聲好震撼啦，加上見到玩醒獅嘅師傅咧，係將自己嗰個性格表露喺入邊啦，咁令到我呢樣嘢係相當吸引。頭先我都介紹過啦，我本身係玩傳統派系嘅獅子嘅。咁獅子分兩大類，咁一種係佛山獅，另外一種係學山獅。咁傳統派系嘅獅子咧，主力係將日常生活學到嘅傳統功夫融入其中，咁先係叫傳統獅子嘅演繹。另外一派就係日常你哋喺生活睇到嘅跳樁，好多鐵柱飛嚟飛去跳躍，嗰種咧就集合咗北派同埋雜技於一身嘅。咁同我哋傳統派咧係有所分別嘅。咁我哋玩獅子咧，最主要有幾種樂器啦。咁有驚叉啦，有蘇叉啦，有大鑼啦，最基本有一個大鼓啦。獅頭咧，咁仲要有埋個獅尾去配合啦。通常我哋嘅人手咧，大約8至10個人左右咧，就可以完成到一個表演㗎啦。傳統咧就比較慢啲嘅個節奏，所以咧就好適合唔同嘅年齡層去玩咯。我就由2歲教到90歲，大部分時間咧我都喺圍村啦，同埋呢度嘅訓練基地啦，就教學生啦，教長者啦，同埋我亦都有在家訓練嘅。呢一年有個2歲嘅小朋友，父母嘅推薦就跟咗我學，我就去屋企在家教。一路由歲幾嘅時候，我個仔咧好中意睇舞獅啦，咁我哋就會好想俾個仔去學舞獅啊，因為佢太有興趣啦，似睇完動漫就咁。跟住之後，直到佢2歲零嘅時候啦，咁啱佢係譚公大師兄就話：喂，有陳師傅喺度啊，佢好好㗎，有個人又正氣，教得又好，又唔係 commercial 喎。佢咁啱今日喺東大街，你快啲去揾佢啦！佢平時唔喺度嘅。跟住我就同個咋林同我老公衝咗去東大街嗰度，左望右望，陳師傅你喺邊啊？跟住之後好彩啦，咁俾我哋又揾到陳師傅。跟住之後就大家留低咗個電話，同埋佢學嘅時候，我都有問佢㗎，好辛苦喎，你肯唔肯學啊？你驚唔驚辛苦啊？唔驚咁樣咯，想佢強身健體啦。2嚟我想佢跟個師傅，咁我都相信始終半個師傅即係等於半個老豆咁樣㗎啦嘛。咁多一個人睇住我個小朋友嘅話，我會覺得好開心。而且陳師傅的確係好錫我個仔嘅。係啦，係真係一個緣分嘅問題。我老公本身同陳師傅係識咗幾十年嘅朋友，咁啊我老公跟陳師傅玩先嘅。基於爸爸嘅緣故，同陳師傅係好朋友啦。咁啊爸爸有陣時會揾阿陳師傅出嚟一齊，即係叫飲茶啊聚下舊嘅時候，咁啊陳師傅就會問：有冇興趣帶小朋友出嚟睇下？點知一睇，我個細女就跟住咗陳師傅通山跑啦。其實我係想去有團隊精神咯，因為你舞獅係一個團隊嚟嘅，你冇呢一個精神，即係你唔會係成到一個舞獅群體咯。咁同埋其實俾佢當學習一個中國樂器咁樣咯，當因為而家社會嘅變遷啦，圍村嗰個面積啦一路縮細啦，加上而家呢個年代資訊發達啦，即係學習興趣又多啦，多選擇啦。都聽唔少好多年青人中意打遊戲機啦、玩電腦啦嚇，日日對住部手機。咁啊，仲有一個原因就係始終玩醒獅呢種運動係一種群體嘅活動。而家年青人咧好多都係啲隱蔽青年啊，就唔願同人哋接觸相處溝通啊，咁啊形成到呢種運動咧更加少人玩。我覺得依家啲年青人都好活潑嘅，佢都應該會好中意嘅。同時我哋出去表演嘅時候咧，好多年青人咧都企定喺度睇住我哋表演㗎。佢有啲係有興趣嘅，咁但係個途徑係冇，因為嗰啲舞館依家唔同我哋個年代啊，好成立咗咧就冇個規模咁大，咁佢哋冇個途徑，除非係人傳人，咁樣佢哋先會去得到咯。
噪音嘅管制啦，咁變咗我哋選擇嘅地點啊、位置咧都要遠離民居咯，呢個係我哋最困難嘅地方。我哋會揀商業大廈啦，或者會翻去圍村嗰度教咯。好坦白，翻去圍村嘅原因咧就係唔使交租，但係我哋去商廈咧，去呢啲地方咧就必須要俾燈入火啦。呢個係對於我哋即係傳承人咧係相當吃力同困難。好多地方，譬如話啲國術總會啊，去玩嗰陣時，去練習嗰陣時咧，都喺天台啦，其實都俾人投訴。咁我見過有一班龍獅團咧，佢哋都好意志好堅定，佢哋走去橋底，人哋打鑼鼓，佢哋打個水桶，減少個聲音，但佢哋繼續操練。咁你有冇擔心個舞獅呢樣嘢會失傳？本身我係擔心㗎喺香港，但係自從有咗內地呢班年青人之後咧，我諗嘢唔同咗啦。最近啦，我就喺國內啦，開設咗抖音同小紅書嘅平台，有一班國內圍村嘅年青人咧，千里迢迢咧嚟咗香港，正式拜我門下學習醒獅呢種傳統文化。我叫楊新瑞，來自廣東汕頭，然後今年19歲。我是從去年差不多11月份的時候跟師傅見面，然後到香港學習。在無意間刷抖音的時候，刷到一位內地的醒獅博主，然後他正在採訪師傅的視頻，然後後面就是在他的視頻底下留言，剛好師傅也看到了，然後後面我們就慢慢的聊天討論這些傳統醒獅的看法，就是我就認定說要跟隨這樣一位傳承者去學習。確實咧，政府而家係加大力度嘅。喺香港嘅傳統節日咧，佢都多咗將醒獅呢種運動咧連結喺香港道教嘅文化入邊嘅，例如筲箕灣東大街譚公誕啦、關帝誕啦，咁啊每年嘅天后誕巡遊啦、農曆年嘅煙花匯演啊，都會有醒獅呢種運動推廣嘅。傳承傳統文化咧，又好難用錢去行，因為畢竟呢種係一種藝術。唔可以當開工當飯開咁樣去睇呢件事咯，真係純為熱愛啦，係啦，教到今時今日個心願都係希望醒獅呢種運動變為一種日常生活嘅健體運動。咁能夠喺學校啊、喺中小學啊、喺社區嗰度繼續發揚光大的話咧，最終到尾都會有機會成為一種體健文化，同埋喺內地嗰度吸納多啲年青人啦，佢哋學有所成啦，多啲帶翻佢哋落嚟香港，再次吸引翻香港嘅年青人，會睇多啲內地嘅精英都可以玩得好好㗎，醒獅呢樣嘢。冇理由我呢種推廣少許嘅香港青年我都吸引唔到嘅，我唔信。其實我好欣賞佢呢份毅力嘅，因為呢一樣嘢係冇收入嘅，佢都肯去教人哋去發揚，係好好咯。我覺得佢係好熱心咯。我哋都真係好撐師傅佢呢個傳承呢個觀念啦，佢嘅無私奉獻啊，因為其實睇得出佢自己有好多自掏銀包咁樣去 support 點樣去傳承呢一樣嘢。咁我哋希望可以成為其中一份子去幫佢啊，或者喺後面度 back up 佢咁樣咯。你仲想唔想繼續學舞獅啊？你仲學唔學舞獅啊？唔得，呢個要重新嚟過，呢個要重新嚟過。你要繼續點？你要話要學舞獅咁樣㗎，因為你自己講話要學㗎，OK？你唔可以領走啊！突然之間嚟咗個半邊咁都有嘅，呢條 cut 咗佢得唔得？咁我哋問多次，你想唔想學舞獅啊？你想唔想學舞獅啊？點答啊？大聲啲。